冇飯食點解唔食肉味啊？歷史上公認第一弱智嘅皇帝做皇帝，可能我哋大家都俾歷史書同埋歷史學家夾埋呃咗啦。諗下深一層，一個由細到大喺深宮大院長大，要乜有乜嘅王子，佢根本就好飢餓，甚至饑荒呢啲 concept 嘅。佢咁問純粹係因為認知嘅盲區，就好似現代權貴問租唔起樓點解唔買層樓收租一樣嘅。呢啲唔係弱智，呢啲叫做離地。真正睇佢智商嘅咧係八王之亂嗰陣，忠臣溪少用身體幫佢擋箭，啲血濺到佢件衫上邊。事後太監想幫惠帝換衫，惠帝竟然講咗句：呢個係溪士中嘅血，千祈唔好洗。呢份情義同政治敏感度，普通嘅弱智係做唔出嘅。咁點解變咗弱智嘅代言人呢？因為當時需要掌大權嘅賈后同埋趙王等人呢，需要一個聽話冇威脅嘅傀儡，需要大力宣傳佢嘅無能。惠帝唔係低智商，只不過一個生錯時代嘅悲劇木偶。佢係離地，佢唔係弱智，佢好重感情嘅。追蹤我 Gary's Channel，帶你睇更多俾歷史抹黑嘅